青条五条港时期，滇市新农街甲民权路附近，就是牧业进出的所在，所以当地开设有真侪中药房，形成药材文化。其中因应今年台南天高的疫情的紧张，经营第二代中药商吴凯荣表示，伊是透过艾叶、薄荷、紫苏以及上有效的香茅等8种汉方来制作天然的防疫包，抵挡感冒啊。用祖先的智慧来取代化学药剂。那在我们这些传统的防蚊包当中，我们所应用的一些药材，像艾草、薄荷这些东西，它都可以做到那个改善，就是驱蚊的作用。包括这些芳香性的药材，藿香，它也都可以达到净化空气。像紫苏、金银花，它也有抑菌的作用。所以把这些药材搭配起来，作为防蚊包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中的应用，对于防蚊、驱蚊及净化空气、改善环境卫生。当然，防疫包实体崩溃以后，会当拍日来恢复功效，直到2个月后真正无味，会当加酒精做防蚊液，以及清洁环境等用途一举数得。那我们在使用之后，我们再换新的防蚊包，我们旧的防蚊包我们也可以再次利用哦。我们可以把旧的防蚊包放在我们的鞋柜、衣橱里面，消除异味，驱赶蚊蚁。药房嘛提醒民众，因为防疫包药材主要是以气味来赶蚊虫，达到控菌、净化环境效果。不过对着容易皮肤过敏、或者受蚕豆症的幼童，要特别注意。今日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